歡迎大家觀看宗教小知識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係新任教宗良14世羅伯特·普雷沃斯特嘅生平。佢係歷史上第一位來自美國嘅教宗，於2025年5月8號當選，封號為良14世。羅伯特·普雷沃斯特於1955年出生於芝加哥，從小就對宗教充滿熱誠。唔講你唔知，普雷沃斯特喺大學就讀數學科。喺佢完成數學學位之後，就喺學校任教數學。但係後來為咗回應天主嘅召叫，加入教會嘅大家庭，重新投入學術領域進修神學，並喺1987年獲得教會法博士學位。佢喺1982年晉鐸，3年後前往秘魯，開啟咗佢嘅傳教生涯。喺秘魯，佢唔單止擔任堂區神父，仲喺當地嘅神學院任教，並深受人們嘅喜愛。喺秘魯嘅工作，讓普雷沃斯特建立咗良好嘅聲譽，特別係喺關心弱勢族群同埋促進教會團結嘅方面。佢於2015年被任命為秘魯奇克拉約教區嘅主教，期間積極推動社會正義同埋和平。成為教宗後，普雷沃斯特喺第一次嘅演講入邊特別提到前任教宗方濟各，表示希望能夠繼續推動方濟各嘅改革路線。佢強調教會應該與世人對話，傳遞和平與團結嘅信息。教宗良14世嘅背景唔單止令到佢喺美國具有影響力，其喺拉丁美洲嘅經歷，亦都為佢喺全球天主教會內部嘅合一同對話帶嚟新嘅視角。此外，教宗良14世嘅木徽同樣充滿意義。首先，木徽左側有一朵白色嘅百合花，象徵住聖母瑪利亞，特別係無原罪聖母。旁邊嘅藍色背景亦都代表住聖母。咁樣嘅設計表達咗教宗對聖母嘅敬愛，並呼應咗佢喺秘魯奇克拉約教區任職嘅背景。該教區嘅主保正正係無原罪聖母。接住，木徽右側係奧斯定會嘅徽章，顯示咗教宗嘅修會背景。徽章上有一顆刺透嘅心，象徵住聖奧斯定信天主嘅經歷。佢曾經講過：你用你的話語刺穿了我的心。呢句話表達咗佢同天主嘅親密關係。教宗於1977年加入聖奧斯定修道會，並於1982年晉鐸。最後，木徽中仲有一句拉丁文格言，意思係在基督裏我們是一體。呢一句話強調咗教宗對教會合一嘅堅持同埋信仰。教宗良14世嘅木徽展現咗佢對聖母嘅虔敬、對修會嘅忠誠，以及佢對教會合一嘅努力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深入咁了解呢一位教宗同埋佢嘅使命。多謝收睇。